點解有啲人學嘢特別快？同一時間，同一努力，點解有人可以突飛猛進，有人就原地踏步？成長的捷徑，話你知，關鍵唔係天賦，而係引路人。有啲技能，淨係靠自學，就真係學唔識。我都係為你好，呢句說話背後，其實隱藏咗幾多無形嘅枷鎖。父母的愛裡，藏着你踩不完的坑。揭示孝順唔係盲從，真正嘅成熟係學識點樣有選擇咁聽話。一日一餐係自虐定係科學？168言之法則打破所有減肥迷思。營養學家唔敢講嘅真相係，肥胖唔係因為食得多，而係食錯時間。用生理時鐘挑戰體脂肪，呢條先係未來嘅瘦身路。升學唔再係唯一出路，咁小朋友嘅幸福力又從邊度嚟？升學外的彩虹揭露驚人真相，學業成績同人生幸福感嘅相關性竟然得0.2。真正決定小朋友未來嘅，係學校忽略咗嘅3大能力。唔識寫程式， No-code 工具改寫緊職場規則，技術門檻只係唔願改變嘅藉口。你等住被淘汰啦！俾閨蜜出賣？恭喜你獲得靈魂升級嘅入場券。防火防盜防閨蜜愛笑愛學愛自己嘅叛逆哲學話你知，真正嘅好女人唔係寬容大度，而係學識有原則嘅善良。當你覺得世界好糟糕，其實你已經擁有咗90%嘅幸運。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提出殘酷對比，你而家嘅煩惱可能係人哋夢寐以求嘅幸福。1000幾百猶如垃圾消費主義最大嘅騙局，你以為嘅小錢，其實正一步步吞噬緊你嘅未來。42個顛覆認知嘅理財覺醒，就係為你準備嘅。單身係寂寞定係自由？社會成日話孤獨唔值錢，但單身感覺清靜自在，證明獨處唔係缺陷。30堂練習，帶你由怕一個人變成享受一個人。30歲後，仲熱血得起身咩？邊個話青春有保存期限？青春不會有盡頭，入面講嘅人比你活得更精彩。年齡只係數字，熱血先係真本事。女死女還在，下個更可愛失戀唔係結束，反而係升級嘅機會。呢啲答案全部都喺龍文化出版嘅書入面。健康重生、智慧啟航、科技突破、心靈覺醒、財富掌控、愛情詩篇，每翻開一頁書，就係改變命運嘅起點。